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新竹关系嘅主要河坝牛栏河，大体有6公里安长，虽然头体土壤凉塘，流过关系时期过后，今年风山海。不过河坝上节长期路由工厂排放废水，牛栏河嘅生态受到破坏，人生嘅5种怕路个切黑的哟。尤其是河坝上为太平内采样田球嘅，如系头一条河坝嘅。甚至欧洲水含流过凤山海嘅自来水起水口，影响到大家饮用水嘅安全。不时传出污染事件，上年12月喺桃园嘅工厂有验证火烧物清洁剂流出来，使到牛栏河布满如系泡泡嘅泡，唔系下工死黑。关系人看那会楼，家庭爱抗争。经过公民生意会议过后，大家都有爱保护环境嘅共识，录制呢次救会。要求公部门使唔得个无人无理嘅，未要求设置提水源头嘅工厂停工洗走。不过公部门讲，考卡到法令，自救费嘅诉求归难做到。事故牛栏河会系一场长期抗战。跑步跳老都系是5个河坝照片，关系居民的工作条件太上很靠后。通通符合放流标准，请问这些死鱼、这些水可以喝吗？难道鱼真的是被吓死的吗？3年12月嘅牛栏河水头日见生产千几隻嘅工廠火燒火，不過工廠冇落大火嘅澳洲水隔起來，用佢聽嚟千幾隻嘅燃料流動牛欄河河壩度，為牛欄河幾條河壩破馬之架。財田人批評事情發生改良面地，土然水政府還冇回應，就住第6年次會會為老土然水政府投公投。桃園市政府確實公布312污染事件調查過程、檢驗數據與結果，還我真相！還我真相！關係人阿都維持牛欄河水源頭地兩灘，如果關係東岸路橋地土上頭落鳳山海夾起來，全長大約6公里，環顧在到嘅，除了財田人嘅生活有當前嘅關係。一張相片係民國差唔多50-60年嘅相片，特別係牛欄河，當然就係洗衫、洗菜啊，因為你洗完咧，要睇到媽媽你哋嚟會嚟澆水，作下工。我學潮水洗我爸爸土我條橡皮你就河壩潮水澆水啦。因為我屋下除咧佢緬甸佢80年嚟啦，所以從阿太開始就開始你嗰陣冇自來水嘛，所以我就洗菜啊，是不是後來就會洗啊？安樣嘅天氣唔啲難求，實春到未想可唔到咧。75年之後佢是河川整治啦佢是各自挖出來的然後就嗰陣時抽北二高啊，然後後來當歸有工廠啦慢慢的規則環境是變得起的。後來冇俾特殊證啦，我爸就講唔可以河壩澆水哦。這個點來把青苔掉入，別下點大白講古，這白關係人是牛欄河。下工按照當此樣東西，如果咧關係應該講大部分人就唔敢說，牛欄河係下工嘅，喺度聊到咧。新竹縣生態有限發展協會對民國90年起時調查牛欄河生態，到今就嚟16年。總幹事劉崇信講，牛欄河物種豐富，係關係生態體會最重要嘅河壩。一些大漢溪的舊河道嘛，本身咧當初嘅有史尼士小爬，韓國台灣美事邊。韓國東道黃亞國，韓國咧湯石，韓國也有調查到有蓋板鬥魚。出手找下，2是610隻，小體講啊，從啲印度基本做係總係用下工農天天，假如千人一大法，我準備放開用落去，佢作嘅題主就係價格類啊。除了當年古天氣調查下古從2到3月也檢測水質，協會發現透過污染事件發生過後，事業大體係衍生咗5個，兩下單單係混類中，係5個垃圾嘅5個。那2百4的是大部分是腐竹，冇是個
外来种嘅斯德兰宝石，原生种嘅石斑爬果，韩国咧沙溜港做一个冇很多咧。原生种鱼嘅数量种类也时年变少，好把出问题咧，人也会出到欧洲在。因为原生种佢对俩人讲吼垃圾水吼，佢掉垃圾佢出嘅事体，你係講俩外來種魚佢奈俩個垃圾水佢下度會掉，或者掉垃圾水下時間，原生種魚冇好做檢驗。啲外來種魚唔係事，或者啲見識吐水已經唔啲。要假設係放牛欄河，把肉當到嘅本就是上游嘅化學工廠表鋪，所以當到時當到就是台路慢冇事嘅，如果啲路慢冇事，表示你一吐當煙河。唔過3年是美工廠火燒火，32個後還有5個陸續死體，要從事研究機，還有其他工廠，例如210天偷排歐洲水。3月14號最大概中段嗰度永安橋嗰度還有邊哦，277到3月16還有5個死，那表示還有工廠哈，前200安因嗰個公安事件呢，是只偷個排廢水。臨暗時頭，今年對出來自力催戰，兩櫃台皮嘅催戰處地牛欄河好把順，水準水沖，全係牛欄河透過來嘅水。種菜種類幾十年，講到3年成為各個污染事件，今年還係群眾動情。可是吃到嘅水是隨時是放開的啊，隨時是洗開的啊。隨時變大，就滿片係泡泡胖胖啊！唔敢投好把水來點菜，除對屋下開獎水來點，10公里過後就咁再個用好把水。按用啲嘅水槍嚟做得點菜？嘿，沒有泡啦，你睇我下全部是個好把水。按你冇強冇？當然冇強啊，冇強。我14年冇強。冇泡嘅水就係強烈嘅係，今年種嘅菜都係種類似嘅事嚟，見擺好把水出問題，從醫院可接受。牛欄河今年封山海溝後，H6到新埔、竹北，是兩條好把水開始過一個大風天，也都驚怕有受到污染。甚至歐洲水還會流過小李巷、老鳳山海，送及水嘅上街嘅池內水池水口，影響到使用水嘅安全。即到睇到新埔，睇到竹北，兩位現在所食嘅水，所有工作嘅天，全部本嚟到化學工廠嘅重金屬，兩個廢水嚟污染到，今日冇發覺到，但是幾年後，世世代代以後，兩條土地是污染的。鹽城廠商，這個是偶發事件，這不是重大事件。這個不是重大違規，它不是偷排放廢水，所以桃園環保局沒有任何法令依據，可以要求它停工停業。今年25，關係決議打造出地公所起主，為其投燃市政府抗議，投燃市環保局副局長也去到現場，處理為調圖。不過居民是採動唔掉，還係給提為其投燃抗議。還我乾淨牛欄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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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我這下！還我這下！我是就驗證啦，驗證嘛個驗證，你真相要公布不大家睇，好，那個數據有冇大家好，第一點，你對那個公司有規範嗎？你罰金有多少錢嗎？罰金多少錢？給我講嗎？因為這家工廠有部分的清潔劑就流到這個牛欄河的下游。那我想這一塊我們會除了這個依照水務法來處罰這家工廠，那實際上我們在3月12號的當天也開始做了應變的工作，那把整個河道呢做了一個清理。啲破了睇嚟，黑嘅水呢，多啲很多時候還有破啊，便宜的嘛。所以桃園縣環保局關鍵的便宜的嘛，很多數據都全部摸出來啊。那3月23日的時候，我們去現場去查核，也確認完成改善。那在這個過程中，環保局也去採樣進行水質的一個檢驗。那這個水質我們經過化驗哈，除了界面活性劑就是泡沫以外哈，那相關的一個數據都是在正常的一個範圍值以內。
4到萬河吧，用辦公咧正常冇異樣，你喺桃園環保局嘅本來嘅手寫是講水質沒異樣，仲係泡泡添啊。針對3年10年間嘅工廠火災，公部門講除係單一新聞事件。那因為這一次的一個事件是屬於火災的單一事件，我們認為沒有達到環保法令要求停工停業的一個規範。呢邊算一張意外哈，所以呢邊除了做呢種驗水之外哈，未就到土壤嚟環保局哈，將佢未係針對呢一隻工廠嚟負嘅責任哈，還有違規嘅部分哈來處罰。不過3年10年間，呢個事情只係爆出200事件嘅點，涉及被講對90年嘅開始，就啲講當年都被發現5個大量死亡嘅污染事件。差不多是年尾就是擺，人家工廠就到，就像是在改建，就像是在建啦，沒搞唔清楚到底用辦啦哈。90幾年開始就一直一擺就等人落提水嘅時間，咪落提水是病，偷病，緊病，但係差到乜嘅事情都冇，一擺仲要大家壓到嚟。為到基本解決問題，佢就提出嚟4項訴求，也要求牛欄河水源頭嘅工廠停出去洗走。3個月內提出牛欄河上游水源頭工廠之遷廠輔導計劃，黑心廠商立即遷廠。頭先講，你做嘛，對那個水源頭當我這個設立工廠。一種合法設置啊。合法設置是你們可以擋的東西，而且又是化工業，你那個東西應該冇可能就水源頭當我啊，那個洗這個東西啊，你做咩不成立嘅東西啊？要嚟工廠，你要買咗好腐土去，變幾多工業去，馬上關係人員，因為當年點解緊緊張張，其實偷排唔啲，其實叫병下水唔啲。牛欄河上游有關於我們桃園市轄內的這些工廠，我們一定會加強稽查，來確保他們的廢水都處理到符合排放標準。那另外呢，我們也會連同新竹縣環保局，針對這個流域的部分的沿線的工廠，做一個加強的稽查跟管制，來確保它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件。關心議去到土壤抗議，地道嘅事係為查下很多嘅規定。見面之意，土壤重設，新竹收回。污染發生過後，新竹人環保局就冇限制可以土壤嘅工廠來採集去查，經過3參詳4打合，做出沙漠農條例。當到嘅河壩嘅溪水規平，我們大家看到心裡都非常難過。你懂無奈何？很無奈，有時候政府部門的一個公權力的一個介入，比較很慢。其實你公家單位做呢啲工作基本上就係依法行政啦，所以你就現有嘅法令，業者應當係進行嘅呢啲事情，你會特別將佢係用比較高的標準，來要求你當到呢啲要這水源頭呢啲工廠，呢部分為搶土壤來填數。新竹縣環保局沒窮啦，新竹桃園市環保局沒窮，他媽你要鬆解鬆，大家都唔講整件嘅東西，他媽是本個廠商冇問題，清水工，大家落去都唔敢落嘅水，澳洲冇好笑。那特別講，你講當獎勵，那主要是本是可以幹什麼？大家唔幹事啦。為是沒廣播嘅數據，也係為是唔會廣播嘅事物是下功勞。看到背後把嘅破，現場見到就會去注意，是講上次看唔到嘅圖，就正經係圖。總係談講牛欄河做污染，為牛班就會推傾我，做兩下嘅福利，而從東南做到見面嘅訴求。唔過關係顯講，唔想在嗰做指定公面，係會繼續監督樹壓，一直到牛欄河河壩水變強啲。